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5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68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68天，也是哈梅内尔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68天。就在这个第68天，波斯局势好像又出现了一丝转机。北京时间5月6日早上，那就是美国应该是夜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鉴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美国在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现已达成共识。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但自由计划，也就是美军协助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该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那特朗普这个帖子又引起了大家的这个争议，有人说特朗普你看又是虎头蛇尾，他叫什么自由计划，也就是由美军护航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里面那些船都给它引导出来，实际上变相的就是打通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个自由计划还没搞48小时就不了了之了，特朗普亲自宣布暂停一段时间，也就是特朗普又怂了，退缩了。在革命卫队强大的火力之下，在革命卫队导弹打击之下，特朗普又成了缩头乌龟。但是这是一部分说法，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实际情况，特朗普说的这个更接近真实情况。为啥？因为特朗普说了，他这是巴基斯坦要求，还有其他国家请求。其他国家是谁他没说，但是巴基斯坦人家是点名了。如果巴基斯坦说我没请求，那人家肯定会辟谣，人家也会说的，人家会出来辩解两句，我可没请求。这是第二个，特朗普说的理由也比较充分，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这个全面协议现在有了进展，很有可能要取得这个巨大的成功。那肯定是伊朗那边又开始忽悠特朗普，所以这个特朗普就那行，给你个面子，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强行通航也让伊朗很难受，伊朗卫队打你也打不过，实际上靠卫队现有的实力对美国的海军很难形成什么有效的威胁。美国人的宙斯盾系统那也不是吃干饭的，所以说革命卫队口号喊得响，胸口碎大石啊，油锤灌顶，脑袋开砖，拍得呼呼响，但是拿美国的军舰他没办法。那特朗普一旦这个自由计划搞下去了，确实朗子的手中最后一张牌也没了，底裤都被人扒掉了，所以面子还是要的。所以说他肯定是通过巴基斯坦向特朗普又忽悠特朗普。那特朗普一看反正胜券在握，特朗普自己不做了个 AI 视频吗？那就是把所有的大牌是吧，2个鬼4个2都抓手上，就这意思，就斗地主2个鬼4个2都在他手上，所有的牌都在他手上，也就是他不在乎，那就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后效，看看伊朗人说的到底算不算数。所以说特朗普说的还比较靠谱一点。特朗普自己也说了，他说伊朗人很奇怪，私下里极度尊重，公开却装作没有接触。然后特朗普还说伊朗这两面派做法我不喜欢。这个特朗普难道现在才知道吗？这种体制的国家对内一套话术，对外一套话术，它是2套系统，对内叫宣传，对外那是看情况，所谓的外圆内方，什么协议都搞2个版本，一个是波斯语版的，一个是英文版的。这就是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朗子的谈判代表见到美国人那是直接跪下去，啥话别说了，一旦出了会议室立马就是昂首挺胸，气宇轩扬，又是狠狠地教训了美帝，又是跟美帝他捂手戴了手套，然后把手套也扔掉，极尽羞辱美帝代表的之能事，以显示伊朗强硬的立场。美帝在伊朗这个强大的气场之下吃了一套又一套，这些东西是为了向国内的盘盘们宣传。特朗普又逃跑了，特朗普跪地求饶，所以特朗普现在也觉得郁闷，朗子见面聊的时候都看着都挺正常的，怎么一出会议室就假装不认识呢？没有接触过。伊朗这两面派做法我不喜欢。这个特朗普还说，他说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他说在冰球比赛中他们会说认输，对吧？他说伊朗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呢？特朗普也说了，他说伊朗曾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那应该是林肯号了，对吧？只有林肯号堪担此大任呢。特朗普说，他说伊朗人向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发射了111枚导弹，
但没有一枚直接命中目标。你说这叫什么事？伊朗所谓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到底用没用？111枚导弹没有一枚击中目标。特朗普还开玩笑说，他说美国海军已经全部沉没了，现在就剩下一些快艇，各个什么海滩公园是吧？那些什么游客乘坐的那种摩托艇、快艇。特朗普说，这些快艇虽然快，但它还是没有美国的导弹快。你看他调侃，记者又问特朗普，他说这个伊朗现在通胀率高达50%，他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崩盘了，您会任由他们金融体系崩盘吗？特朗普说，我想会的，因为正是我们在让它崩溃，我希望它崩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赢。反正特朗普满嘴跑火车。说到伊朗的崩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他说如今伊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0%，该国的货币正处于全面崩盘的状态。这个卢比奥应该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是大出风头。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不是回家生孩子去了吗？休产假。在莱维特休产假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由特朗普、卢比奥、万斯还有谁，反正就他们轮流顶班。好像第一次顶班的就是卢比奥。这个卢比奥实际上在白宫新闻记者会能够露脸是吧？那这个也是增加曝光率啊。如果在这上面表现的不错，实际上相当于给自己拉选票是吧？所以把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卢比奥和万斯两个人表现的一个舞台，一个斗法的舞台。要不然像这个万斯、卢比奥，他们也只能在什么电视专访是吧？或者是临时重大的事件，什么上飞机之前，记者跟着后面问他。那像这种在白宫正式的这种记者会是吧？这个也很难得啊。我们还说特朗普，这个记者问特朗普说怎么看待伊朗人，看待伊朗人的反抗。这个特朗普说，一旦他们有了枪，他们会像任何人一样战斗得很好。伊朗人民有勇气、意志和人数，一旦得到武器，将能解放他们自己。我们再看看朗子这边，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正式启动一项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的新机制。根据这项新实施的制度，所有意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收到来自官方邮箱电子邮件，邮件概述了通行的规则和规定，船舶需要根据该框架调整其运营，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获得通行许可证。根据描述，这项作为主权治理体系的举措，现已在伊朗战争初期就一直在伊朗控制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投入运行，也就是伊朗方面单方面强行要把霍尔木兹海峡纳入他的管理之下。当然这个是伊朗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说，他说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按照应有的方式重新开放，恢复到过去状态。什么状态？就是任何人都能自由通行，不在水域布雷，也无需支付通行费。他说这才是我们要努力恢复的状态，也是我们当前的目标。霍尔木兹海峡不属于伊朗，他们无权关闭该海峡，这种情况绝不能被视为正常。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委员会委员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2选1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2个月以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滚出波斯湾。这个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伊朗人一方面要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还设立了一个什么海峡管理局，一方面他又攻击阿曼和阿联酋。根据媒体报道，这个阿曼也遭到了伊朗的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有3名平民受伤。媒体报道，阿曼之所以遭到伊朗的打击，是因为美军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要获得阿曼的协助。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阿曼和伊朗双方共同这个水域啊，而且这个主航道还在阿曼这一侧。你伊朗人想要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你先得跟阿曼取得一致，你得征求阿曼的意见，你要跟阿曼搞好关系。这个阿拉戈齐还专门去了阿曼，跟他统一意见，共同管理这个海峡。结果你还把阿曼给炸了，所以伊朗人你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这个神棍政权已经是叫群龙无首，就乱来啊！你很难看出这个伊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什么国家，或者有一个什么统一的一个人在指挥，好像是各自为政。你说你炸阿联酋还能说得过去，因为阿联酋在把波斯湾的油从波斯湾通过阿联酋的内河给运到阿拉伯海，
让伊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计划大打折扣。阿联酋跟以色列走得近，跟美国走得近，你教训阿联酋，阿联酋把伊朗的这些婆罗门在迪拜的这个非法的资产，这些线索都提交给了美国，让美国财政部贝森特如获至宝，对这些财产进行冻结扣押，得罪了伊朗。你说伊朗报复阿联酋还说得过去？你炸阿曼干什么呢？你炸了阿曼，你让人家还配合你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吗？阿曼主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到过去。阿联酋再次遭到革命卫队猛烈的攻击。根据阿联酋政府发布的公告，该国防系统在4日当天拦截了革命卫队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CNN 透露，是以色列提供的铁穹帮助阿联酋拦截了那3枚巡航导弹，还有1枚导弹坠海。革命卫队总计向阿联酋发射了4枚巡航导弹，就是3枚被拦截，1枚自己掉海里了。暂时不清楚革命卫队究竟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但可以确定有导弹和无人机突防成功。阿联酋政府报告称，位于富查伊拉石化区被无人机击中，这里的管道可以将阿联酋石油直接输往阿曼，每天150万桶，并可以增加到180万桶，而不必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后，阿联酋教育部已要求全国学生本周改上网课，阿联酋官员则表示会发起报复。但是最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伊朗人居然否认了袭击。伊朗军方就阿联酋发布3份声明。第一，他说我们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或无人机行动，我们否认阿联酋国防部的报告。第二个，阿联酋已成为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巢穴。如果从阿联酋领土对伊朗的岛屿、港口或海岸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将给予毁灭性且令人后悔的回应。伊朗在24小时内对阿联酋发动了2轮袭击，说明这个绝望的伊朗政权疯狂的发泄，向海湾地区邻居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索马耶·帕桑迪德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富查伊拉的爆炸并非意外，而是美国用来破坏伊朗与其阿拉伯邻国关系正常化，并维护其在波斯湾军事霸权的假旗行动。这种事情只有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才能干得出来。假旗行动，自己炸自己。这伊朗人很有意思，他炸完阿联酋他不承认，完了说是美国干的，说美国炸阿联酋。可以说伊朗人这个操作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首先是印度第一个跳出来谴责，印度外交部谴责了在阿联酋富查伊拉地区发生的袭击事件，该事件导致3名印度公民受伤。印度称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敦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印度强调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必要性。这是印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谴责这个伊朗袭击阿联酋。德国总理莫尔茨说，伊朗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必须停止拖延时间，他不能再把该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当作人质。伊朗的军事核计划必须被彻底且永久的终止，同时不得再对以色列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发动任何打击。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以来，德国更多的是在批评美国。为此特朗普还扬言要从德国撤军5000人嘛，还从意大利、从西班牙都要撤军，还退出北约。实际上在打击伊朗这个事情上面，欧洲国家跟美国步调不一致，口径也不一致。但就是这样，伊朗人的骚操作居然把本来伊朗可以争取的这些欧洲力量，为他说好话、同情他的，全部给逼急了。连莫尔茨都跳出来指责伊朗了，冯德莱恩指责伊朗，下面连泽连斯基都谴责伊朗。泽连斯基谴责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称其为鲁莽行为，并且宣布乌克兰将深化与中东国家的安全合作。泽连斯基表示，伊朗的袭击显著加注了海湾地区的军事紧张，必须谴责此类举动。地区局势稳定与安全保障的速度将对全球安全、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多数国家的生活成本正因此面临威胁。泽连斯基已指示乌克兰外交团队与海湾国家及整个地区加强双边合作，推出新的安全决策，
并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你看，这个是欧洲现在越来越对伊朗不利了，这都是伊朗自找的。那么海湾国家更加火大，首先是在阿联酋遭袭以后，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给阿联酋王储阿伊德通电话，谴责阿亚图拉政权的袭击，重申沙特支持阿联酋的安全。这个沙特和阿联酋原本是亲密伙伴，两位王储之间关系密切，但是最近几年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私人关系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面对伊朗，沙特和阿联酋还是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吧？尤其是前不久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这个本身就说明阿联酋和伊朗和沙特之间关系微妙，比较复杂。但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沙特王储打电话支持阿联酋王储，只能说明这个伊朗是已经遭到众人的唾弃。即便阿拉伯世界内部关系微妙不和，但是在面对伊朗毛拉政权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团结。而以色列与阿联酋、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密切关系，说明各方就是阿拉伯的这些王爷国、海湾的王爷国，普遍将伊朗的毛拉政权视为地区最大的威胁。根据阿拉伯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向特朗普施压，要求他恢复对伊朗的战争。他们担心伊朗在有恃无恐的心理驱使下，可能对海湾阿拉伯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遭到伊朗2轮打击之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高级代表宣布要对伊朗进行残酷的报复。阿联酋及沙特、巴林等其他海湾国家正在考虑组建一个联盟，旨在瓦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为这些海湾的王爷国很清楚，其他国家都在想着发展，也就是赚钱、贸易，只有伊朗这个恶灵，也就是这个毛拉政权，想着在搞事，破坏地区和平。伊朗就是海湾地区的动乱的根源。特朗普美军可以随时拍拍屁股走人，而这些王爷国可不行，你可搬不走。如果现在不趁着美军还在的吧，赶紧动手，彻底解决这个毒瘤，这个毛拉政权，那么这个中东地区永无宁日。所以我想这些王爷国包括以色列，恐怕现在正在加紧游说特朗普，要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再看看伊朗国内，从伊朗的表现来看，它确实国内是四分五裂，谁也不听谁的。你刚才已经说了，你炸阿联酋还可以理解，你炸阿曼干啥呢？因为你要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必须阿曼同意，阿曼也不同意，你怎么管理啊？法理上都说不过去了。所以他这个卫队去侵犯阿曼的领土，这个确实不是正常人干的。所以伊朗有媒体报道，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现在正是火大。伊朗国际的一份报告指出，当然这个伊朗国际是伊朗的反政府的一个媒体，他说随着波斯湾近期事态发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高级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对由瓦西迪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所采取的行动提出了严厉批评。伊朗国际援引消息人士称，总统称针对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不负责任且未与政府协调。也就是说，这个卫队就四处树敌。本来伊朗这个时候应该取得的地区的同情，欧洲的同情，结果这个卫队招风，四处出击。这个佩泽西奇扬是气坏了啊！这个佩泽西奇扬感到深深的绝望。昨天，佩泽西奇扬对其同僚的独家讲话一些内容被媒体披露。佩泽西奇扬说：“我们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即使危机结束，重建经济也非常困难。我们需要与美国好好谈判，摆脱这场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达成协议。”早在4月初，伊朗央行就直接警告，即使战争停止，重建也需要12年以上，战争损失巨大，仅恢复基础设施就需要数百亿美元。央行行长等官员敦促佩泽西奇扬推动与美国的协议，以稳定经济、恢复互联网、吸引资金。但是众所周知，这个谈判的主导权就是伊朗方面，它不在佩泽西奇扬手上，它是在瓦西迪的手上。佩泽西奇扬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空喊话，给军方施加压力。并且有媒体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向军方要求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可没有得到批准。也就是佩泽西奇扬想见穆杰塔巴也见不着。这个同样还是伊朗国际
通讯社报道说，佩泽希奇扬总统请求与最高领袖会面，要求其指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停止对海湾国家的再次袭击。他还呼吁通知调解人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消息人士称，佩泽希奇扬认为伊朗无法承受再次开战的后果。然而，事实上，伊朗总统只是一个傀儡，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没有实权，也从未拥有过实权。也就是目前伊朗的实权是掌握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上。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叫瓦希迪，当然革命卫队下面也是军阀割据，总统的权力很小。同时，特朗普这边还是在准备随时对伊朗开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月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也是万事俱备，只等着特朗普下令。凯恩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及其他联合作战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一旦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大规模作战行动。这个以色列广播这个是14频道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传达消息，表示以色列准备恢复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并希望利用海湾地区当前的局势发动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已准备了一份新的目标清单，其中大部分是原油设施，并且美国的参联会主席还说，美国的空降军就是伞兵时刻准备投入地面战斗，并夺取关键地形，就像他们二战中在诺曼底所做那样，也就是那意思，随时要发动地面战争，要夺岛夺取，这个叫抢滩登陆。同时，伊朗也感受到了威胁，伊朗宣布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关闭伊朗领空，就是再次关闭，做好了大战一触即发的准备。最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伊朗人的这个表演确实让特朗普耽误了很长时间。这个伊朗人在美国人面前跪得比较直，但是一转脸，对吧？一离开会议室，又是另外一种姿态，让特朗普非常这个叫迷惑。特朗普对伊朗的这个改革派穿西装的还抱有幻想，这个是一直在耽误时间。因为你跟穿西装的达成了协议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协议是得不到执行的。只有给伊朗的毛拉政权最后一击，叫致命一击，你这些谈判才有意义。波斯湾的局势随时会发生变化，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